呢單案真係好轟動，講緊嘅就係一個仔黎錦友親手殺死自己老豆，之後仲拎咗老豆張提款卡走去銀行轉咗幾十萬出嚟，俾咗高利貸。陪審團一開始信咗控方，話佢係謀殺，判咗佢終身監禁。成件事發生喺2018年12月，港島瀑布灣，有人喺海面見到一個紅白藍膠袋浮住，警方拉咗上岸，一打開入面竟然係一具屍體，後來證實屍體就係黎錦友嘅老豆。警察一查，線索好快指向個仔，因為喺死者銀行戶口入面，喺佢死咗之後，有人用咗張提款卡轉咗一筆錢出去，數日之內總共20幾萬，錢去咗高利貸個戶口。追查落去，真係黎錦友做嘅。警方揾到佢嘅時候，佢已經飛咗去台灣。不過電話一接通，佢竟然開口就認係我殺咗我老豆。第二日佢自己翻咗嚟香港，一落機就俾人拉咗。黎錦友喺公祠度講翻經過，佢話本來係想揾老豆借錢，因為高利貸追數要佢還成20萬，點知老豆唔單止唔借，仲鬧佢，出手想打佢。佢話自己一時忍唔住，就攞咗袋入面帶住嘅牛肉刀插咗落去，一刀又一刀。殺完人之後，佢冇報警，冇叫救護車，反而係落街買咗啲毛巾、清潔劑、紅白藍袋返去抹地抹血，然後將屍體包好塞入膠箱。第二日再搬咗去佢阿妹屋企附近，最後推咗去瀑布灣。凌晨時分就將個紅白藍袋屍體拋咗落海。警方之後重組翻成個時間線，發現好多疑點。案發前一日12月3號凌晨，黎錦友已經用 WhatsApp 揾咗個做銀行嘅朋友問：喂，如果唔係我自己個戶口，一日最多可以轉幾多錢？朋友答佢話5萬，可以提早申請加到8萬。聽落去好似佢早就計劃好要用老豆個戶口。同日中午，佢仲問另一個朋友點樣驗 Rolex 手錶，跟住幾個鐘之後就同人講自己攞咗去當，得返8000蚊。到咗下晝4點45分，佢就打咗個電話俾老豆。之後仲有一個電話，呢個就關鍵啦。佢話老豆其實有打返俾佢，約咗第二日一齊去飲茶。不過喺控方呈堂嘅刑事實文件入面就冇見到呢個電話記錄。結果喺審訊嗰陣俾人當佢講大話。12月4號朝早，佢真係同老豆喺屯門嘅大家樂食咗早餐，之後一齊返咗寶田村老豆間屋，嗰度就發生咗爭執，最後變成殺人。法醫話死者體內有酒精同安眠藥，應該已經半暈狀態，冇乜能力反抗，所以屍體上面都冇防禦傷口，但係頂部有多處刀傷。其中一條10幾厘米長，係多冬蟲踏造成，致命。殺完之後，黎錦友當日下午已經用提款卡喺銀行轉咗5萬俾高利貸，再攞2萬現金。第二日佢又返去清理現場，再轉錢出去。到12月6號凌晨，佢推住個行李箱去瀑布灣丟屍。朝早7點幾，屍體就被發現咗。佢一見到警察封鎖線，就即刻飛去台灣，諗住避開風頭。呢段時間入面，佢仲做咗好多事，當 Rolex 錶攞錢，揾財務公司借3萬，同地產經紀傾租務，全部都係為咗錢，為咗頂住高利貸。成個故事聽落去，好似一個急到無路走嘅人，最終做咗一件極端嘅事，殺咗自己老豆，再用啲錢去賭高利貸個窿。檢控官上庭嗰陣，將件事鋪排到好清楚。佢哋話黎錦友根本就係有計劃、有目的殺老豆攞錢還高利貸。控方證據有3個重點：第一，屍體狀況，死者頸同胸口有多處刀傷，體內有酒精藥物，冇力還手，即係話佢冇可能先動手。第二，時間線，12月3號問銀行轉賬限額，4號同老豆返屋企。幾個鐘後老豆死咗，中午已經抹血買紅白藍袋，判屍仲用提款卡轉錢，呢啲顯示佢冷靜非常。第三，金錢動機，黎欠高利貸20萬，
對方威脅老婆仔，佢急到冇計，老豆唔借錢，佢惱羞成怒，最後痛下殺手。控方總結，佢唔係失控，而係一個冷靜、有步驟掩飾嘅人。呢啲唔係衝動，係謀殺。嚟緊有自己上庭作供，佢講嘅故事完全唔同控方嗰個畫面。佢話自己細個時同老豆感情差，因為老豆成日醉酒鬧人打人，仲會打佢阿媽同佢妹，父母最後離婚。佢同阿媽住喺華富村，老豆搬咗去屯門。成年之後大家幾乎冇乜來往。去到2018年，佢結咗婚仲有個仔，但同時經濟壓力大，仲欠高利貸20萬，對方日日追數，仲話要滋擾佢老婆，佢走投無路，甚至諗過自殺，仲寫過遺書，6個語音留俾老婆。佢話12月3號原本打算自殺前想同老豆見多一次，就打電話俾佢講可能唔喺香港，要好好照顧自己。之後老豆回覆電話話第二日有時間可以飲茶，所以先有咗4號個約。第二日佢帶咗把牛肉刀放喺袋入邊，佢解釋唔係想殺人，而係準備食完飯之後自殺。返到寶田村屋企，老豆話腰痛，佢幫佢按摩。按波途中，佢鼓起勇氣講自己蝕咗錢，欠30-40萬，問可唔可以借20萬。老豆一聽即刻爆粗，仲講咗好難聽嘅說話，例如你冇老婆冇仔，就算有老婆都係雞，個仔都唔係你親生。嚟話自己聽到啲說話，心入面爆炸，再加埋老豆揮拳推撞，佢完全失控。眼前見到袋有刀，一時衝動就攞出嚟插。佢形容嗰刻頭暈目幻，完全唔知發生乜事。之後見到老豆唔喐，先知大件事。辯方律師結案就捉住一點，話佢唔係計劃殺人，而係長期家庭暴力同侮辱激到失控嘅人。呢啲唔應該係謀殺，而係誤殺。法官提醒陪審團，事後行為要小心取波，唔可以自動等於有殺人意圖。控方話佢冷靜沉着，辯方話佢可能只係事後先冷靜翻少少。陪審團要諗清楚，佢係咪真係一個冷血殺手，抑或一個被逼到失控嘅仔。去到上訴，焦點就放喺兩樣嘢，一係事後行為可唔可以用嚟證明謀殺意圖，二係失蹤電話 missing call 究竟真定假。3位上訴庭法官係麥偉成處理首席法官、賴贊活法官同潘敏琪法官。首先佢哋睇翻事後行為，控方話黎殺完人後咁冷靜咁樣抹血、買紅白藍袋、搬屍、轉錢，證明佢一早心思清晰，唔係衝動。辯方就話事後行為只係反映佢驚到唔知點做，唔等於謀殺意圖。上訴庭話原審指引雖然唔完美，但提醒過陪審團小心考慮，唔算致命錯。第二個就係大問題，失蹤電話。黎喺庭上話12月3號下午老豆有回覆電話，約佢第二日飲茶，但應事實冇通記錄。控方就指佢講大話，法官仲俾逆言指引，陪審團因此覺得佢唔可信，推翻咗佢失控嘅講法。後來新證據顯示，確實有一通34秒電話由老豆另一個號碼打出，即係話佢冇講大話。上訴庭認為呢點係重大不公，因為陪審團喺錯誤 impression 下判謀殺，影響咗審訊公平。至於律師有冇嚴重無能，上訴庭話佢哋有疏忽，但唔算 flagrant incompetence， 因為黎自己都知老豆有第二個號碼。最後討論，控方想話就算有錯一樣會判謀殺，但上訴庭唔收貨，因為誠信係全案核心。陪審團如果知道黎冇講大話，可能接受部分失控說法，咁結果會唔同。所以3位法官一致裁定撤銷謀殺罪定罪。上訴庭喺判詞入面特登攞咗幾個法律原則出嚟解釋，等大家清楚成件事點解會翻案。第一就係事後行為，法官話做完案之後嘅掩飾、清理現場，當然可以俾陪審團考慮，但唔可以單靠佢嚟證明謀殺意圖，因為有人可能係驚，有人可能係想避麻煩，動機可以好多種。
如果唔係唯一合理推論，就唔可以當成有罪鐵證。第二就係謠言指引，理論上如果被告講大話，陪審團要分清楚係為咗掩飾罪行，定係其他無關痛癢原因。好似想保存面子，唔可以一見到有矛盾就即刻當佢留言證明謀殺。例案入面，佢關於失蹤電話嘅講法其實冇錯，但原審卻俾咗陪審團謠言指引，等於錯誤地打擊咗佢誠信，嚴重影響裁決。第三就係律師無能，上訴庭重申，除非律師錯誤去到嚴重無能程度，否則唔可以單靠律師疏忽就推翻定罪。黎嘅律師雖然冇追查清楚第二個號碼，算係失誤，但唔足以叫做明顯無能，因為被告自己本身都有責任。最後就係即使有程序錯，如果陪審團必然都會判有罪，就可以維持定罪，但黎案唔啱用，因為陪審團對佢神訊嘅誤解係核心問題。一旦知道電話存在，可能會信佢部分失控講法，判誤殺而唔係謀殺，所以唔可以話錯誤冇影響。總結，法官話，雖然被告殺咗老豆，仲拎咗卡轉錢，但審訊唔算公平，謀殺罪唔可以維持。2025年7月31日，上訴庭正式頒下判詞，3位法官一致裁定撤銷原審嘅謀殺罪定罪。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，一旦謀殺定罪被推翻，就等於要錄得無罪裁決。不過法庭亦都開咗個口子，表示仲會聽控辯雙方意見，睇下係咪要安排重新審訊或者改控誤殺。新聞一出，全城譁然，有啲人第一個反應係殺自己老豆都可以上訴成功，原本判終身監禁，依家竟然推翻，覺得好震撼，甚至有人覺得法庭太偏幫被告。但亦有唔少人話呢單案正正反映咗程序公正嘅重要。法律唔係只睇最後結果，仲要睇審訊過程有冇公平。如果陪審團係因為一個其實存在嘅電話被誤導，以為被告講大話，咁樣嘅定罪唔可以成立。法治社會嘅原則就係寧願有罪之人漏網，都唔可以有人冤判。雖然嚟緊有一定有罪，但係問題係謀殺定誤殺，陪審團要喺公平基礎上去判斷。法官亦提醒，失蹤電話直接影響陪審團點睇被告誠信。一旦誠信全失，佢講嘅失控說法自然冇人信。依家證據顯示佢冇呃人，謀殺定罪就唔穩陣。呢單案提醒咗我哋，陪審團制度既有力量亦脆弱，律師責任重大，一個小小疏忽都可以改變命運。程序公正比結果更重要。撇除法律，其實故事本身都好凄涼。一個仔因為債務壓力走投無路，最終殺咗自己老豆。佢係罪人，但亦係一個被環境逼到崩潰嘅人。揾律師，揾葉謝達。